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有公布警官防霸凌惊跌落，互人指控霸凌的分署长谢基阳，劳动部是甲伊调职搁降职，外界质疑讲这处罚伤过轻啊。今仔日劳动部长何培山表示，有甲谢基阳技能带过，而且以上境界上当是会当到免职的。那这劳动力发展署的署长蔡明亮是记一带过调离开主管职务。何培山也讲，伊会甲这行政院来省市，行政院长对英台下晡也开记者会，向这劳动部的同仁也个家属来回实的，要求劳动部爱赶紧来调查。向不幸过世的劳动部同仁的家属以及国人，表达最深的歉意，对不起大家。前深一个强对不幸过身的劳动部同仁甲家属来谢失礼。对着争议真侪天的劳动力发展署公务员身亡案件，行政院长杜英台亲身说明，对着被指控牵涉工作上欺负人的北分署长谢义阳，劳动部已经决议对原本调离降职、解除技能大过、上顶界，相当处罚应免职，未来袂使再做公务员。我们必须给家属跟国人同胞真相。所以全案移送检调单位详细调查追究责任。杜英台要求各部会机关彻底清查机关内部袂使有欺负的行为，若是有公布相关案件，马上伫1礼拜内完成调查。这个事件引起调查立委批评劳动部一开始是对谢义阳的处罚伤轻，质疑是不是后台伤严、官官相护，所以唔敢办。还是你不敢办他？我当然敢办他，你敢办他？当然，我这个礼拜内我就会进行惩处，之后我会移送检调跟监察院，好吗？这案子我们不会放过的。谢义阳休假到这个月2日，到时阵会倒来上班。何佩珊讲，20下晡会赶紧开考职会，对于做出停职的处分，也来律法署长蔡明亮用记一大句。何佩珊是一度后甜，感谢原本当初要退休的蔡明亮，愿意留来处理政策，也家己也愿意负起政治的责任。我很抱歉，我拖累了他。部长很抱歉。部长，我想眼泪好，我也不是认的。是眼泪不能解决问题，但是我今天我用一个何佩珊强调，政府也伫进行，绝对袂不负责任。行政院长杜英台是讲，会先互何佩珊赶紧完成责任的追究，也来责任归属会阁讨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